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30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24例境外病例是今年上济。有医师讲，最近做 BNT 第2天引起副作用的少年病人加袂少。有人破闻讲要伫台北跨年暗会杀人，佮要炸掉102个总统府，警方已经抓到人，移送法办。香港警方昨昏家立场新闻的歌站拢抓起来，引起国际社会谴责。台湾的国民团体早起嘛出面声援。新闻在4来看，咱过来今仔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也毋过增加24例境外病例，是今年上济哦。另外，台北市一间防疫旅馆传出有3个病例，也毋过这3个病例敢有关联，就要搁等检验的报告才知影。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也是没有本土的病例，也没有死亡的病例，但是境外移入有24例，24例大概是我们今年最多了哈。那另外我们在北市现在目前来讲还不能称作是群聚，但事实上是在时间上有关联的情况下，那在一个防疫旅宿里面有3个案例，所以相关检验还不完全了哈。不过基本上在员工里面有8位他有7位已经是阴性，那1位在检验中。那铜锣村里面有住了这个29个人，现在检验完的这里面的就有1例阳性。Delta 总共我们只有检出6例那其他有2个手板，总共32例都是 Omicron 所以目前当然已经是一个 Omicron 为主流的一个全球流行趋势。我们的境外。最近各中的囡仔拢在做 BNT 的第2档哦，有医师就发现讲，最近胸腔痛的少年病人是增加袂少，有9成拢是因为做 BNT 疫苗，所以提醒民众，若是做 BNT 了后有胸腔痛、心脏砰砰踩的症状哦，就要赶紧去看医生。今仔早起又搁送来一批 BNT 的疫苗，目前咱国内已经有1300多万档的 BNT 咯。阁有疫苗送到位啊！由鸿海永能、台积电甲资济等等的民间企业共同采购关的 BNT 疫苗，30摆是透早6点外送到桃园机场。这批疫苗差不多有93万档，是今年最后一批到货疫苗。目前 BNT 疫苗累计送到位的差不多有1333万档。疫苗小连续送到位，青少年伫学校做 BNT 疫苗第2档，目前嘛当伫进行。有医师临床发现讲，最近胸腔痛少年的患者有增加，半个月就有100多人，其中有9成拢是做 BNT 疫苗，还佫有2成至3成是心电图有过应，大部分是心室喊起来。我们第一波打下来，其实看起来心肌炎的比例呢，其实跟国外比没有说差特别多。然后呢，绝大部分也都是不严重的，就是好好的休息1个礼拜呢，不要激烈运动，都会康复。医师提醒，做过疫苗的28天内，若是出现胸腔痛、心肝头、皮肤菜等等的症状，就要赶紧去医生做检查。另外，嘛有专家警告，目前国际疫情是真严重，Omicron已经渐渐取代 Delta， 加做主要胃痛的病毒株。台湾皮就要平真安，要有甲病毒共存的心理准备。是因为它传染力太强了，它传染力是 Delta 的3倍左右，所以呢，大概我们很难避免 Omicron 取代掉 Delta 变成主流的病毒株。那今年的春节呢，对我们威胁最大的还是 Omicron， 因为国外现在都几乎都是 Omicron 了。专家强调讲，外国的研究显示，去患着 Omicron 的人，大部分拢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台湾袂当干那靠边境的管制，民众一定爱看明切咧，除了爱接洗手、刮喙安、保持社交距离，也搁爱完整做疫苗。就算是无细致去画着，嘛当预防重症甲死亡风险。记者综合报道。隔1个月就要农历过年咯，最近返乡的民众是愈来愈多。伫桃园的防疫旅馆传出讲有真侪旅客坐共一帮电梯到大厅去做检验，有旅客是反映讲安尼做有问题，也毋过学者是认为讲，伫电梯内底只要有挂喙暗，莫讲话，出电梯马上用酒精来消毒，其实嘛毋免伤过烦恼。新正就要到啊，为外国返来台湾的旅客有增加。桃园传出有防疫旅馆，伫假日期满要做 PCR 采检的时阵，互几啊个旅客坐共一台电梯做伙去大厅做采检。有人就烦恼讲，万不哩若较真正伫共一个密闭空间内底，去画着的风险是真悬。
恐惊造成防疫空隙。有民众听到嘛，感觉真危险。大家要保护啦，保护自己，保护别人啦，都一样啦，这样子很危险的。一个人上下为原则，因为这个裁剪量增加的时候，如果有的旅馆就是一次可能2个到3个一起上下，并没有完全违反规定。卫生局表示，初步的调查，这间旅馆并无违规，因过隔离期满要去病院做采检，路途是搁较远，同款甲人会有接触。主要是个人的防护爱做好，嘛讲到中央要求病院派采检人员去防疫旅馆协助做采检，并无规定个人或者是去房间内底采检。不过强调讲，要是以一个人坐一台电梯为原则。那电梯的部分，其实我们遵守的原则就是，除了戴口罩之外，就是在电梯就是不要交谈，然后呢以酒精的方式来赶快做这样的一个消毒是 OK 的，是安全的。针对民众烦恼坐同一台电梯会有互相烧坏的风险，或者讲民众唔免伤过头惊吓，就算甲确诊者坐同一台电梯，只要喙安有挂好，莫开讲，出电梯了后，赶紧用酒精消毒，就唔免烦恼遇到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台北市有跨年暗会，也毋过伫网络，所有民众普文讲要炸掉101甲总统府。警方已经抓到发文的人，是新北市一个姓朱的查甫人，伊讲是因为心情无好才安尼做，嘛已经互警方以恐吓罪移送法办咯。明仔载台北市警方嘛出动800个警察，伫暗会附近来加强戒备。警方半暝冲入去新北市这间人家厝抓人，佮扣押电脑来保留证据。因为一位姓朱的查甫人，敢若伫咧网络顶悬闹话，放条讲要学电节伫高铁放火杀人。跨年时阵，佮要炸101甲总统府，网友看到是赶紧报案，警方嘛来追查到位。新北市土城区朱姓男子住处执行搜索查获朱姓男子并带回侦办。朱嫌这个坦诚不讳，目前表示他心情的一个抒发。警方伫姓朱的查甫人的厝里，无抄到炸弹等等的武器，不过安尼公开放刁，讲要做出危险的行为。警方伫问讯了后，依照涉犯恐吓公众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跨年暗会特别举办，警方嘛真谨慎，提早针对会场甲附近的建筑物展开清查，也出动警犬巡查每一个所在，避免有违禁品也是会爆炸的物件造成危害。另外，针对空袭机嘛同款严格来管制。飞在舞台周边上空，那空拍机，然后我们做拦截，然后把它引导到操纵者的那边。降落，那我们会有人尾随这个降落的空拍机去看到底谁在把空拍机射在上面，这样。为着避免有人利用空袭机发动攻击，也是操作无好势落落来危害到安全，警方依法查处无核准的空袭机，按算迄天暗时嘛会出动800位警员，伫咧管制区甲路口戒备，维护会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对27开始针对啉酒赛车来进行为期8天的加强执法。昨高雄市政府嘛提出讲，啉酒赛车人要到殡仪馆去服务，要判重刑等配套的办法，嘛准备讲要修法，未来要检举啉酒赛车嘛有检举奖金通领。内政部嘛表示讲，伫过年的期间，全国各县市会扩大来处理。已经无济啊。高雄南北区分局为27号到30号处理16件酒后赛车，市府29号佫推出5项的防堵措施，酒驾有罪也是反起诉，爱去殡仪馆服务。累犯伫侦查期间，就爱限制住居。若造成重大伤亡，也是有盗窃情形，检察官会当申请羁押。防劝导搁啉酒造成事故，爱向无确定故意杀人罪方向来侦办。若造成重大伤亡，检方会当赶紧来侦办结束，互法官来当判。包括说去协助清洗大体。好，那表示对于亡者的尊重，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去了解，对他人生命的尊重。除了5项的措施，市府嘛建议要修法，甲检举酒驾，纳入去奖金发放的范围内底。是有一个警示的作用在，然后重罚是必须。他就是从旁协助，他当然不可能是从头到尾就负责做清洗的动作。民众认为伫咧殡仪馆来服务会当有恐吓的效果，嘛支持爱动法。内政部嘛宣示，伫咧过年期间会扩大来处理酒后赛车，各县市拢爱动起来。在不影响我们远景的休假、勤务等等的
那我们调整勤务要来加强扩大酒驾的临检。酒驾对警察来讲本来就是一个重点工作，而且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绝对不是一个阶段性的。警政署表示，处理着酒后赛车是因登记的任务。若是酒后赛车要安怎罚，外界看法因拢尊重，嘛会透过修法来表达立场。记者王柳婷、柯正俊高雄台北报道。交通部道安会统计显示，讲今年10月份到10月份，饮酒赛车弄死人，计共造成261人过往，是比去年增加。交通部表示会提出3个方向来修法：第一是考虑讲，甲人弄甲重伤，还是死亡爱靠车；第二是要来加重坐伫车内内底的人的罚金哦；第三会来加强执法。特别过年一直传出有酒后赛车的代志，各地警方拢加强巡查。根据交通部道安会上新统计，今年1月到10月酒后赛车致死人数比去年较济，261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增加72人。各县市酒后赛车死亡人数，高雄比去年增加上济，第二是台东，第三是台南。今年有点往上升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警惕的一个问题哈。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那美国是认为说，跟在疫情期间可能有很多人是喝酒，还有就是开快车，另外可能吸毒有关。这是美国的经验，等不等于台湾的经验不清楚。道安会分析，今年到10月全国交通事故总件数是18万8040件，比去年同期减少5件。不过酒后赛车案件致死死亡却比去年同期增加9.2%，是台地主的现象。交通部长王国材伫个拜二开专案会议讨论修法，阻止酒后赛车。初步向善方向包含触犯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无执车辆，违反定期为5年修正做10年，也提悬公车乘客罚金加多。我们现行针对同车乘客的部分的话，是会处罚这个600到3000元这个罚款。那我们也会来研议提高同车乘客的这个罚款。加强执法，区间测速也是重要一部分。年初传出国内部分区间测速是用中国零件引起治安记录，遭到全面停用。交通部已经制定相关检验标准，那各地方政府势必通过检验认证，就应恢复执法。只要认证通过，我们希望部长特别交代，马上恢复执法。全台45个区间测速会陆续恢复，初地甲执法，其中以新北市8个所在上济，桃园7个所在，宜兰甲苗栗各4个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姓陈的查某人哦，2018年啉酒赛车，佮无驾照，互警察抓到，佮拒绝酒测。这民众拢总是欠26万的罚款哦，嘛拢无要落。台中行政执行分署最近是查到讲，有继承一间厝，准备要来查封。这民众就赶紧拢去甲罚单拢拿清咯。台中行政执行分署的人员来到太平地政事务所，指明要查封酒驾拒测的单身女子拄过户一间厝，随后马上来到单身女子的户籍地，向单身女子的家属下最后通牒。已经紧急就是去地政事务所那边做一个查封牌，就是你们那个房子要把这边缴完，这些欠的缴完才可以再过户。我们可能要来贴封条，然后最后还要拍卖。全台警方拢伫咧拦查，要来阻止民众酒驾。但是台中这名单身女子，2018年12月酒后无照开车，去警察拦检，因为拒绝酒测，去用罚102000块，佮加上其他罚单、停车费、通信费，累积将近26万块，全部拢无爱纳。台中行政执行分署今年12月调查的时阵，税务机关讲，单身女子最近继承母亲一间厝，而且按算干那要纳牌照税，所以马上抢先来发动查封。在问说他欠了多少牌照税，打算只清偿那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怀疑说，他是不是有想要把房子过户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赶快发动了查封的作为，他才赶快紧急的把26万元一次缴清。单身女子马上出面纳清罚款。台中行政执行分署呼吁，最近曾经发生酒后开车造成家庭悲剧的事件，会优先来执行酒后开车加拒绝酒测的罚单，杜绝酒驾歪风，民众千万唔通以身试法。记者台中报道。
再来看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又搁邀请驻日本的代表谢中庭到立法院报告，也毋过即届谢中庭又搁请假了。副委员是质疑讲伊回避国会监督，嘛真烦恼讲民进党政府会强制要来通过进口日本福岛的食品。2021上尾一个上班日，嘛是立法院外交委员会甲国防委员会即会期上尾一天。除了排定审查国防部公务预算，搁一届邀请驻日代表谢中庭来报告，讲咱国对日本的关系，甲福岛5个县市食品进口的争议。毋过谢中庭搁一届请假无参加，互调委单议信真不满，质疑伊要闪国会监督。回避国会，回避面对国人，到底背后是有什么原因？我们知道，现在日本福岛5县市进口的议题正在政府里面正在进行规划。如果说在谢代表人在台湾的时候都不能够面对国人，不能够面对国会，是不是他偷偷摸摸回到日本之后，很快的就要来宣布对日本福岛5县市食品的进口突然开放？但以前烦恼讲，会像开放美国内地进口安尼共款，开放日本福岛的食品。伊讲若30下晡，谢中庭也是无出席，就会甲谴责。那也立委嘛做伙批评，你若着杨这边是替伊讲话。官威好大啊！来备询，来报告。这是他的天职，不可以用任何理由去闪躲，我们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我们应该正式的会议，正式的编入议程，然后正式的来讨论？这个是需要大家一起有时间来讨论，而不是用临时变更议程就要临时的讨论。我觉得这样子比较不周全。谢中庭顶一日专工登来台湾，参加12月18四大公投的投票。但议是因为安尼改变议程，23邀请谢中庭去国会闭巡，谢中庭嘛请假。根据外交部书面的报告指出，政府的立场是食安优先，有关进口日本福岛等5个县市的食品管制的问题，外交部尊重而且配合食安主管机关的专业判断。也若谢中庭是伫人民册发文表示，伫台北领处关就用顶甲台湾的新德县、衡山乡达成友好协定了后，台日友好的城市达到目标140个。强调讲为基层做起嘛，真有成就感。记者综合报道。香港警方昨大动作，甲立场新闻几下高层拢抓起来，国际社会表示谴责，嘛呼吁中共应该停止打压香港自由独立的媒体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发表声明，要求应该马上放人。早起有真侪台湾的公民团体，甲伫台湾的香港人团体哦，嘛出面声援立场新闻，呼吁台湾政府嘛应该赶紧针对香港人的庇护机制来修法。官网顶悬乌底白字，香港立场新闻宣布讲，国要随停止运作。拍开 YouTube， 有几落百支这个影片嘛，已经拢无看到啊。所有原本有关立场新闻的社群平台嘛，拢互人关起来。29这天，香港警察以涉嫌违反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来做理由，掠立场新闻的关介甲艺人和运使者的人，安尼嘛，互香港的民主真翕亏。有几落个台湾的公民团体和在台的港人团体，伫37天透早伫台北中国银行头前来声援立场新闻，认为讲中共因用这款喊话歌，豆豆来进行政治的迫害，特别是即卖香港媒体工作者，因咧疏开正需要援助的时阵，台湾方面应该要紧的来修法，或者的港人因伫居留甲定居会当来得到庇护的机制。台湾政府拒绝谈论难民法。假设今天有香港的团体打算要从香港逃走之后，选择台湾重新落脚，台湾的社团法草案现在还躺在内政部。国际社会煞咧来关心，总统蔡英文咧批评讲，中共搁一遍无顾虑到一国两制来打压香港的言论自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来发表声明讲，这个新闻工作唔是讲在煽动叛乱，呼吁中国甲香港因这个当局要随来停止针对香港的自由独立媒体，并且都要随来释放遐个受到无公平拘留甲控诉的记者。因为德国的外交部嘛正式来咧谴责。Dass es eine stetige Erosion gibt von Pluralismus, Meinungs- und Pressefreiheit in Hongkong, insbesondere seit Inkrafttreten dieses nationalen Sicherheitsgesetzes. 6月，香港的苹果资产受到激荡，半年了后，主角换做立场新闻。
香港的媒体会使讲是讲到蛇就刷，草草啊断外。香港动媒新闻了后嘛，随公告讲会对明年1月7日开始停止运作，所有相关的人员嘛会甲解散。这一批香港媒体的打压效应，暂时会使讲抑阁看袂到光明的前程。记者综合报道。首先香港的国安法已经实施当外咯，那限制媒体的言论向学校嘛有受到影响。有老师就讲哦，即摆上课讲话拢爱诚犀利。嘛已经有一寡老师无想要教册，准备要移民咯。港版国安法实施了后，伫香港做老师变得真困难。Someone would say that nowadays being a teacher in Hong Kong is quite a risky. 环保局注意到，今年用英文名字受访的 Angel 原本甲通识科为培养学生批判思考的能力，伊进前鼓励囡仔对政策提出无共款的想法甲批评，即嘛讲话是真细致。Now we are afraid that some criticism on the policies may be accused of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or inciting hatred towards the government. 伊的课几个月前被改做公民甲社会发展科，甲一国两制、中国发展等。香港教育局强调，中小学设公民科是要让学生更加了解香港甲中国是真密切。爱国教育影响的不只是通识老师，甲中国研究的客人也表示，已经参加过新教学指南演习，也是惊出代志。The teaching atmosphere in this school has changed. This change in atmosphere affects our own autonomy, our teaching autonomy.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does not clearly tell you what you cannot do. 国安法带来惊吓，已经让部分老师放弃教学，移民出走。学生也有这种现象。那用总人口来看，根据港府统计，国安法实施1年已经有将近9万人移民，不过英俊也无想要走。英俊希望所有少年老师，无论是毋是要离开，都唔通忘记真正的教育使命，伊会把握时间，尽力让香港下一代能保有一寡判断力。公司新闻徐婉玲报道。再来看国防部的全民防卫动员署，今仔是由总统蔡英文来主持成立仪式哦。总统强调讲，全民防卫动员署是有3大任务：第一是爱真正教育调级训练嘛爱建立跨部会合作机制，佮随时来修订动员的计划。请揭牌，向咱国民众展现推动全民国防决心。总统蔡英文协同国防部长邱国正、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进行全民防卫动员署献牌仪式。包括参谋总长陈宝仪、陆海空3军司令全拢到场，见证全民国防的大日子。全动署将伫明年元旦成立，首任署长由国防部资源规划署长白泽良接任。蔡总统也交付全动署3大任务：持续精进教招训练，提升后备部队的战力，建立跨部会合作机制，确实整合全民总力，各地的人力物力动员、战略物资储备是防卫固守的关键。适时修订动员计划，让各项计划更为周延。国防部成立全动署，蔡总统表示，那推动后备动员改革，和国家达成后备动员合一、上后一体、跨部会合作的3大目标。蔡总统强调，守护国家安全，唔那是国军的任务，也是每一人爱共同承担的责任。现在我们也开始制作全民国防手册，内容涵盖各项的防空避难、战灾动员的机制，要强化大家对国防的参与和了解。讲到后备动员改革进度，蔡总统指出，国军完成5个新训旅的编制。以防卫作战需求，重新编组各类型后备部队，强化后备战力。另外，明年试行14天9条新制。蔡总统要求国防部第4季确实检讨成效，继续精进后续9条训练。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基层的消防员早起到市政府去定情哦，因不满消防局限制因逐个月休假会当休困的日子，造成一个月上侪爱做到380点钟哦。因讲安尼并无合理。新北市政府的休假上限规定，侵害同仁请休、特休甚至加班补休的权益。
讲出目前制度会严重缩限休假的权益。新北市基层的消防人员甲市议员去新北市府陈情，呼吁主管机关都要重视现实的困境。分队本来就会有最低的人数控管，即便符合这2条限制，它都还要管制你休假的天数上限，这会造成我们新北市政府消防员的同仁每个月的工时高达330小时到380小时。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讲，伫咧工课做2工休1工，也佮有爱伫咧单位内底救灾救护人力的编组，已经有符合需求的情形之下，新北市府佮规定每一个月休假的上限，地区未少消防人员一个月总工时有甲330至380点钟。不过加班费上济一个月是17块，等于是加班费领无够额，佮无法度好好休困。另外，进前永和无头尸体案件、甲分推车救鸟等等的勤务，这并不是消防人员的专业，所以是派消防人员出勤，这情形拢有需要检讨。休假的部分，还有消防专业专责主任的部分，我们持续的都有在做，大家会再找相关的局处来讨论。那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在做，我们未来也会持续去做。消防局指出，外勤单位一个月休14工，还佫有休假、补休等等无共的假。若是有其他请假的考虑，会当专案来办理。若动保救援等等其他的任务，相关的权责由主管机关来处理。若是有需求，会当专案申请，再佫交予消防局来评估甲支援，或者是转介。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全新的 EMU 3000型列车，昨头一天上路，头一班车变速门就故障哦。昨暗最后一班车到树林站，又搁发生车门故障，开袂起来。代替是认为讲，这应该毋是车的问题，是驾驶的操作有问题。代替全新 EMU 3000型升级列车，伫29正式营运，不过煞一直出错。头起先是早起头一班408车次优先变速的自动门故障，搁再来是暗时9点52分，441车次停伫的这个树林站的时阵，第2车的车门未开。代替研判是车长咧操作的时阵骑伤过紧。地书部分的车门无法度拍开。那这个列车我们回段检修之后，它的所有车门的功能都不正常的。那我们下载的记录档分析的话，应该主要是车长在关门的时候按压开关的时间太短了，导致于有一些车门的控制器还没有收到指令，那有些有收到，所以会呈现有些车门开，有些车门关。那实际上我们第2次重新操作之后，请车长按压至少1秒。那所有的车门开关都是正常的。代替表示讲，伫其他的车型嘛捌发生过这款的情形，已经有来通知各车帮的车长，伫操作车门的时阵，上介少个爱甲试1秒钟，并且都要确认车门已经有完全开开，还是讲完全关起来。旅客是希望代替都爱做较点点好势的。而且你要是新车，照理说新车不应该会有这些状况，我觉得螺丝应该要上紧一点。对啊，比较安全啊。是小小的操作问题，比如说这门的开关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应该如果说很快的排除掉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熟悉这些操作，我觉得半个月，顶多1个月，我觉得就已经很长了。元旦年假春节就要到了，面对这大的运输人潮，代替表示讲，这批新的 EMU 3000型的伫上路进前，会甲相关的检查甲做好势，嘛要求原厂的人员伫车厢来提名。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新闻来看，英国伫昨病例数又搁创纪录，住院的人数嘛是最近10个月来上济哦。即马变种病毒奥密克戎伫社区的传，也毋过英国政府说来缩短感染者居家隔离的时间，引起批评。另外，英国的检验试剂哦嘛欠货拢卖无。伦敦西部的菲尔塔姆市驻新冠疫苗甲 PCR 检测站，日到排队是排到落长。原因是因为民众买无居家用的快速抗原检测，为了甲亲人会当做伙过年，或者是上班的需要，只好就去国民健保署的服务站来寻求医疗人员的协助。Seem to be short wherever we go. But I have been regularly doing lateral flow tests because I work in like hospitality. 有人买无快速抗原检测是真着急，青帮白帮都直接把这个器出伫咧药房的店员，这种新闻嘛愈来愈多。英格兰地区的快速抗原检测会无够，主要是因为强生政府防疫隔离的规范有改变，确诊者只要伫咧第6天甲第7天的快速抗原检测是阴性的，居家隔离的时间就会当缩短到7天。英格兰、威尼斯甲北爱尔兰这3个所在，完整做过疫苗的人，若是搁去画着，只要每1天的快速抗原检测是阴性的，就会当正常生活，袂受到影响。
江农地下内阁卫生大臣史密斯，就将这个责任寄向强生，批评伊的政策无甲配套做好。It does seem quite unbelievable that when the Prime Minister has made these decisions in the last week or so, that he hasn't seemed to check that the capacity is in the system for people to do the right thing. 英国29通报的新确诊的病例数是183037个人，比前一天增加32%，超过9成拢是社区感染去挖到Omicron。高是英格兰地区，迄天住院的人数都有10462个人，是最近这10个月以来上悬的数字。甲前一礼拜来比是增加48%。强生去注疫苗暂顺的时阵，是搁一届考劝民众都爱去注加强剂。伊强调讲，9成带入去加护病房的，拢是无住过第3档的，而且连1档都无住的人，住院的几率是有住的人的8倍。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印度疫情嘛，又开始炭烧，昨新增加超过9000例。印度政府嘛宣布新的防疫办法，包括要限制新年大型庆祝活动的规模，要禁止公共运输系统假释，嘛要求公共场所的人数要减少一半。另外，人口嘛真侪，印尼出现头一个社区的本土Omicron的病例，疫情是真紧张。入来到地铁站，就要先量体温。印度实施真侪新防疫措施来应付新病例数增加真紧。印度卫生部通报讲，29个新增加9195例的这个确诊病发，这是80天来上界悬的。伫过去24小时，就有302人死亡，其中首都新德里的确诊数是全国排头坎的。जो कल 496 पॉजिटिव केसेज आए, पॉजिटिविटी लगभग 1% के आसपास चल रही है और लगातार पिछले कुछ दिनों से जब से ओमिक्रॉन स्टार्ट हुआ है, विदेशों से फ्लाइट्स आनी स्टार्ट हुई हैं, केसेस काफ़ी तेज़ी से बढ़ रहे हैं। अभी तक जितने भी केस आ रहे हैं ज़्यादातर ऐसे हैं कि जो बाहर से लोग आए हैं वो थोड़े दिनों बाद पॉजिटिव हो रहे हैं, तो उनके कॉन्टैक्ट के लोग या उनके घर के लोग ज़्यादा हो रहे हैं। 印度已經證實有700多例 Omicron 的這款感染個案。新德里伫個28來發布黃色警戒，來實施宵禁。政府嘛公布新的防疫措施，包含到来限缩新年的大型庆祝活動的規模，還佫有禁止伫公共運輸系統內底食物件。地鐵、餐館、酒館攏干會當收一半的人數，同時就愛佫來甲電影院、SPA 還佫健身房甲關起來。ये डिसीजन बहुत ही अच्छा डिसीजन है क्योंकि जब लोग ही अपनी जिम्मेदारी नहीं समझ रहे तो गवर्नमेंट को ही सख्ती करनी पड़ेगी। लोगों को अपनी जिम्मेदारी समझनी चाहिए थी तो ये आज गवर्नमेंट को नहीं करना पड़ता, तो ये बहुत ही अच्छा डिसीजन है। इसी के कारण शायद केसेस थोड़े कम हो जाए。Omicron的變異病毒株伫全球來甲向界界，各國除了講境外入來的案數加真濟，嘛煞咧出現本土的個案。印尼伫12月16頭一遍來通報有這個境外移入的 Omicron 的病例，第28嘛出現頭一個本土的社區燒毀個案，是一個37歲的查甫人，伊無出外去佚佗，伊為這個雅加達轉來米蘭的時陣，互驗出講就有確診，安尼嘛互人口真雜錢的印尼，伊這個疫情閣再來有關警報。公司新聞鄭依仁編譯。歐元貨幣已經推出20檔了，所以有真濟人攏認為講歐洲國家統一使用歐元是造成物件起價的原因。也毋過官方的統計卻顯示講，實際上錢並無變薄，佮加上歐元有10多種分辨假錢的機制，所以即馬市面上假錢的比例是20檔來上少的。2002年元旦，歐洲民眾除了歡慶新年，11個國家閣迎接大伊貨幣歐元。德國馬克、法國法郎、意大利里拉甲西班牙比賽塔頂貨幣攏建立歷史20年後的今仔日，歐元一直保持世界第2大流通貨幣的地位，毋過有人認為，這是造成物價起起來享受，有德國民眾閣批評歐元根本是災難。Hast du voller Wagen von Einkauf gehabt und jetzt mit 100 Euro noch nicht 2 Tüten. 有德國人甚至摕德本的真貴來造字，講算像歐元叫做貴元。
根据官方统计显示，德国作为欧洲上大经济体，实际的通货膨胀数字无起来。意大利学者阁指出，毋是真贵的物件，因为货币转换做欧元，生理人将买数无条件征费，互大家感觉是起价。目前市面上流通的欧元差不多290亿张，透过各种技术，互欧元有10外种，防假造机制。欧洲央行主管表示，要摕到欧元假钱的风险真低。La qualité des contrefaçons est en général assez faible et toute personne ayant appris à reconnaître les signes de sécurité des billets en euros est a priori capable sans aucun problème de les détecter. 另外，欧元的银角啊，由欧元区成员国家己铸造，一边是共同设计，另外一边是各国特定的图像。比如爱尔兰是徛琴，法国版本是一张旗画。即马欧元流通20年，要改造。欧洲央行表示，按算2024年对新设计做出决定。当年设计师希望新版欧元应保持中日图像的传统，未免有大细目的情形。公司新闻陈慧仁评价。过来的消息，咱来看阳明交通大学最近有10外无共学院的教授人数，批评新的校长林基宏上任了后，以编制外来安插52个主管，因要求教育部应该要重视处理这项代志。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合并无到一档，最近有10几位无共学院的教授展开联署，提出对校务发展的挂虑，指控新校长林基宏违反组织规程，前后自创职位安插52个编制外的主管。原来的不动，然后全部再往上加一层，就把这个副主管变多。共同联署的教授表示，阳明交大主管人数是其他3间第一志愿的2倍至3倍。譬如副校长台、清大甲新大是4个人，阳明交大是7个人。搁再含这几年合并的高雄科技大学甲清大比起来，敢若阳明交大有设校务长甲非编制的4个主管，主管编制直扩大，组织变化真大，算是无效率。核拨下来的钱的速度都 delay 好几个月，比如说弹性薪资，它不是一个月给，是6个月一起给，因为怎样，所有的事情处理效率都慢慢做。阳明交大11月回应教育部，校方强调2位功能性的副校长是非编制主管，任期敢若到任务结束为止。非编制4位主管无权力，未来规划新设学院的时阵，会遵守法定编制执行，避免无必要的误解。认定的资格、金融的资格，以及它的功能，以及它的权限等等，必须在组织规程定之。视学校说明之后，我们会检视说明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定，来做后续的处理。教育部表示，最近会阁发函去阳明交大厘清状况。联署的教授是强调，校方莫阁以合并期间要帮助运作来做理由，是要针对是安怎主管这么多，敢有改变的可能，也阁有实际合并的进展来说明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市有一间厝哦，伫10当节末火烧，这间厝后来嘛因为火灾的民事官司，甲债权互法院查封哦。最近这间厝特别放弃咯，附近的民众是望讲，法院应该互这间厝赶紧拆掉，才袂危险。这是花莲市坡的街甲南京街的12路口，这2间有楼梯门的厝，都是10年前捌发生火警的棉被店。经过风吹日晒雨淋，目前楼厝的顶仔卡后边已经落落去，2楼插座结构更加是雨风吹甲强要倒。经过这边都会很担忧、担心说它随时会掉下来。像这几天那个风也比较大。附近厝边表示，火灾后厝主2阿某已经过身，现今厝主也希望会当先将危险的部分拆除。不过厝因为火警产生的民事诉讼也伫法院审理，所以防查封保准，目前无法度拆。也发文去给这个法院，希望说这个法院看看能不能协助在这个相关的这些证物上做一些保全之后呢，能够同意把这个比较危险的部分先拆除掉。熟悉民事诉讼的律师认为，这间厝应该是有互借款人申请扣押，建议居民联合向官府定前，互法院会当判断。这个查封敢是也有拍卖价值，尤其涉及公共安全。法院这边可以函文给当初查封的债权人，然后跟他们讲说，这个部分是有倒塌风险，而且以后拍卖可能没有实益，建议他们来撤销或撤回这个房子的假扣押。花莲地方法院是到当还未回复官府，面对记者询问也无方便表达意见。
附近居民是真无奈，只会当放塑胶笋，提醒用路人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有一个农民林兆英，伊捌当选全国模范农民哦，伊用科学方法来做事，减少使用农药。今仔暗时9点，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佮要带乡亲来看伊安怎甲伊的技术，嘛分享给愈较侪农民朋友。那这个我们的微气象站啦，这个主要的目的是要收集它的风速、风量，然后风向，还有我们的大气的温度、湿度，还有它的降雨量。解说是原产区的智慧化设备，让农民理解对风速到湿度安怎用科学的方式来监控。林兆英招农民加入优先种植了后，确保每一个参与者唔但会当减少使用肥料，收成的稻米嘛会当下客族的标准。老一辈看伊蓄水，看伊当时来补肥，阮拢无经验的话，买落还是较无可能甲伊的标准到。互阮较会当去欠啥物，阮来爱水后一遍下肥时阵爱补啥物较济，啥物较少啊。饮水的量爱较济还是较少？二水乡的土壤是肥底的乌土，饮产的水，阁是只有丰富有机质的露水溪水。这互林兆英认定是开发稻米事业的宝地。5年前，伊甲台农82号米引进当地，招当地农民同齐生产。林兆英嘛甲学校合作，对校园开始推广。斗阵加强生产力能软体的应用，让消费者透过简单的手机扫描，就知影这的农产品是对倒位来的。什么叫生产力？对咱的身份证啦，吼，伊会甲你讲你是伫当时种啦，啊有啥农药有啊，检测有啥物无吼。林兆英用行动来爱土地，对露水溪出发，推测到社会的每一角是更较远的所在，让咱台湾的稻米产业会当行久长的路。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农会今年有办7场的农场诊断哦，安排农业专家到现场去指导少年农民，嘛希望使鼓励少年人回乡做事，咱做伙来了解。农委会农业试验所的老师详细和青农分享种植的知识。少年农民因为经验相对有较欠缺，有当时拄到虫害、农药的问题，唔知安怎处理。台中市政府办青年农民辅导计划，除了基础课程，各农场实务，也特别安排辅导老师亲身到地指导。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可能是说在于说，因为它的叶子跟侧芽很多，然后比较容易藏就是一些虫，然后。像我们在喷药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喷不到。那可能在喷的时候就会喷太多，然后就会导致可能叶子会腐烂之类的。台中市农会那作为一个媒介来邀请我们的农事所、农改场以及种苗场的老师来到他们的农场来进行做一个近距离的一个农场诊断。邀青农为了提高无毒栽培产量，要做网式栽培，却唔知安怎维护管理。经过辅导老师的协助，佮传授智慧农业科技的技术，或者少年农民对种植管理佮较进步。像我们以往我们在淹灌还有施肥上都是用钩灌的方式，然后施肥也是以在直接施洒于田间的方式去做管理啊。现在老师这边有跟我们提到说，我们可以运用养液的方式，让肥料还有浇水的那个范围变得更均匀、更集中。台中市农会表示，今年总共办7场的农场诊断，希望透过专业的辅导，会当鼓励少年人回乡做田，做伙推动在地农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伫要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台北市政府整合体育局等单位的资源成立老龄健康运动站，今仔正式启用，让老大人会当伫社区有运动的空间。舞台上一场780岁长者来跳舞，展现活力，其中也有一位长者得到失明症，也毋过透过运动，亲像佫回到少年时阵的青春岁月。为了迎应超高龄社会来临，北市府也整合体育局等单位资源，成立老龄健康运动站，提供社区长者运动的空间。平常我都会走路，那自从参加这个以后那每天在这里觉得感觉很好。来这里才开始运动，在家里都懒得动，很好。那运动以后精神好很多。
除了乐龄健康运动站，为了结合社区资源，运动站也延伸出外展据点，像透过实在起胖店活动，学习新的知识。有办乐龄的体育的活动，这是常态性，是免费的。那另外这边外面的田园农场，我们这边常常会有祖孙3代一起报名，就是阿公阿嬷把人生的智慧再教育给下一代。我们过去的都是生大病不会死掉，我们现在往前移，要移到说不会生病。万一生病，最多是感冒、小病这样而已，所以要让这些长者健康，这是我们的目标。北市府强调，会全方位整合社区资源，运动做基础，提供长者完整的健康促进服务。透过乐龄生活概念的推广甲实现，提升长者生活品质。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署将一个旧奥多拜卖掉换掉的补助办法草案，对于明年开始，民众若准甲民国96年6月30进行出厂的旧奥多拜卖掉，会当领到2000块的补助；若是换电动的奥多拜会当补助3300块。为改善空污，环保署鼓励民众换掉96年6月30进前出厂已经超过14年的老旧机车，按过目前有关有354万台，所以有个补助草案，民众换老旧的机车用领300块的报废奖励金，2000块的补助。另外，若搁买电动机车，应因为减碳2.3吨，得到减碳凭证，这份碳权搁未予开发单位。每辆它的去收购的价格至少要1000块钱以上啦。下尾民众碳权的目前是已经通过环评，承诺减碳的北区甲南区，二度减碳额度爱达到60万吨。环保署表示，企业收买介绍明比每吨1000块较低，应领3300块的补助，民众换掉老旧机车换买电动车的意愿嘞。我还是会选择就是骑机车比较实在。所以3000块对你来说没有诱因。对，没有什么，就是有点小。若国家经济部补助买车7000块，财政部免定1万块货物税，甲地方政府增加补助，每台900到3万块之间，车主也是无想要买。我扣掉这次补助，我还可能要花个8万9万，如果要好一点，可能要花个10万才能换一台电动车，这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环保署希望用补助鼓励旧机车换做电动车。按过民众分析，电动机车买成本悬，爱搁付电池，1个月租金。买较俗一点的车款，可能换电池无方便。那以经济甲方便因素来考虑，甘愿较骨力保养，继续骑旧车，或者是买新汽油机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家领养文化中心目前等个第3位，台湾的前辈领养家办100回纪念展览幕，因的影像表现出台湾战后的社会状况，咱做回来欣赏。用卡梅拉掠伫咧风中摇摇摆摆的环美蝉，也用素描的方式记录日常生活的物件，轻松佮自然，呼应1930年中国都会摄影的风格。摄影家陈凯17岁调顶的这3张相片，互伊决心对银行员行入摄影的世界，一翕就超过70年，见证台湾重要的历史时刻。伊是本身是上海人，但是伊伫咧北京大汉的。尾也搁走来台湾，所以人生安尼飘飘的时阵，所以你也看伊的风格来讲吼，来讲有一寡写意，实际上也有一寡伊家己的看的龙珠心声迄种感觉安尼。整理底片出身的摄影家李明雕，1950年代注心伫咧翕人体摄影，以特殊的光线甲机卡呈现蔡氏怪舞团舞者充满高等美丽的姿态。台湾早期彩色的摄影前辈者林冠洲的作品，也伫咧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展。明雕先生最早的可以讲是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大概就在光复以后，他到台湾拍照，台湾摄影这个博物馆文化学会，我们的学会要能够诞生，明雕先生对我们的帮助实在非常很大。这3位的100岁的这个摄影家，我们非常怀念，把人文、历史、土地所发生的一切都留下了给我们后代的子民。 2012年，大好是摄影家李明雕、陈凯甲林冠洲100年免期，国家摄影文化中心扣80多张相片，展现战后台湾的模样，也向摄影家前辈致意。记者阿敏晶、张玉思台北报道。
台湾头一间喜乐疗养所松山疗养所，生已经拆掉了，也毋过医护人员佮有所长的宿舍有保留落来，嘛已经有登录做台北市的历史建筑了。最近嘛开放民间来经营艺文空间，活化佮再利用。看起来清雅的日本时代建筑，嘛是台北市历史建筑的松山疗养所的宿舍。即阵结合民间业者营运，正做展览、文化课程等等的场所，互老厝有新用途。那因为它原来是这个医护人员的宿舍，所以它对医护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家，好，就是一个能够放松、可以轻松疗愈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就秉持着这样的一个精神呢，来持续把这里定位为一个艺文疗愈的一个空间。文化局表示，这过去是松山疗养所的医护人员的宿舍。疗养所本身是台湾第一间喜乐的疗养所，虽然目前敢若剩医护人员甲所长的宿舍，总是见证台北的医疗历史。另外，宿舍内底嘛保留真侪迄当时的元素。也就是说，这种日式房子，它的墙壁叫做编竹夹泥墙这样的一个工法，他们也把它保留下来。那另外像这个刚刚说的防沙的，我们它有一个消防的沙坑，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业者表示，这个建筑有一个特色是融入西洋风格，四界空间嘛，互人有轻松的感觉。希望老建筑的中心，通正做艺文新地标。记者陈亚文、徐凯台北报道。来看印尼的巴厘岛，伫过去2冬，因为前拢无啥物观光的收入，互当地未少民众生活出问题哦。也毋过，当地有成立塑胶垃圾交易所，所以有一寡民众就拢靠塑胶垃圾回收来换米度3顿。将塑胶袋啊为垃圾桶重点拣出来，扣塑胶管啊，这塑胶垃圾即嘛是巴厘岛普遍的宝物。Bagi perekonomiannya lah, membantu perekonomian untuk beli beras lah. Soalnya sampah plastik inilah bisa ditukar dengan beras. 民众讲的是伫巴厘岛进行年外塑胶垃圾换米计划。过去2年，高度挖苦观光业的巴厘岛，因为外国游客减少真多，业者用于无收入，生活拢出现问题。即马若做回收等换米，算是解决问题。创办这项计划是55岁亚萨，伊原本经营素食餐厅，疫情之下生意也受影响。去年5月，伊决定创立塑胶垃圾交易所，用米做油品，鼓励乡亲做回收。Ada 200 desa. Dan kita sudah mengumpulkan hampir 600 ton sampah plastik, menghidupi 40.000 keluarga dalam 1 tahun. Dan ini memang benar-benar sangat direspon sangat bagus dengan masyarakat. 居民上来塑胶垃圾会卖互找我一间回收公司，政府也补贴部分资金。这项计划无限制交易次数甲数量，不过希望大家塑胶垃圾拢是为家己社区回收来的，对当地环境才有实际帮助。亚萨未来打算将计划拓展到印尼其他的所在，互更较侪人参加这项经济环保兼顾的活动。公司新闻徐焕玲报道。来看埃及的科学家以现代放射线的技术，甲谷歌埃及法老的城市是看甲清清楚楚，佮毋免去吸到遗体，就当来针对3500当前的木乃伊做研究。古埃及法老王阿蒙霍特普一世3500年历史木乃伊所谓开箱工程是透过电工、3D 电脑短暂扫描，甲先进的电脑软体定时进行，免解开甜的布条啊，实际吸到遗体，就用知影法老的样貌、年岁、健康状况，也有迄个时代木乃伊的制作甲安装方法，得到真侪新的发现。He died in the age of 35. We found the brain inside the mummy, and this will never happen. It happened with other mummies. The brain is there, and also at the same time, we found that the mummy was mummified Osiris styl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but all the mummies after that had the same style. 考古学家伫1881年就伫埃及南部卢克索发现阿蒙霍特普一世木乃伊，为保存面孔甲外层的血管，一直无解开伊甜的布，即马用非亲日生物方式发现内底有30个护身符甲一条腰带，下骹拢是金色的珠仔，也有发现这法老喙齿健康无当片的现象。35岁过身可能是因为心脏病发。公司新闻是会中报道。
明仔载开始就是元旦假期哦，也毋过拜五到礼拜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阁有东北部的天气会较凉冷，中南部早暗晡温度会差真济，台北阁有东半部会落淡薄仔雨，其他的所在哦是侪云好天的天气。后礼拜开始东北季风减弱，温度就会豆豆回升咯。下半晡的天气，咱们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华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